新竹市的溪雅溪步花，这平常时是民众散步甲钓鱼的好所在。即马是为着要让这个环境还阁较舒适，所以当地里长是找专门搭泰鲁艺术的老师，带大家做伙为社区来增添一个水又阁有特色的步花。甲泰鲁卡做适合的大细，经过老师指导，一块一块豆豆搭去步花顶悬。经过合作，真无简单，才完成马赛克斗图。虽然外口日头足炎，不过大家拢感觉真心惜。伊看到大家拢足欢喜咧，搭这就感觉真好耍。搭足好的啊，搭咧对遮咱的环境嘛真好啊，吼，咱遮大家后边大家倒来拢有他回忆一下，回忆说以前我们都有做这个。爱有着欢喜的心来打，这快乐艺术创作，大家欢欢喜喜，咱一起来做。新竹市溪雅溪平常时是民众散步的好所在，当地里长想要营造更加好的环境，特别招附近里民参国小共同参与，做伙来替社区打造美丽运动环境。进前啊，就是看起来乌乌、垃圾，啊，毋过马赛克拼贴打起来了，大家囡仔拢感觉足有感觉，而且遮内底图案的元素拢是阮学校的上课的元素，嘛是阮在地。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做伙来体验啊，因来遮的时阵吼，对咱在地有搁较侪认同，来遮散步，也是讲后盖带因囡仔来讲啊，这青蛙是阿公阿嬷搭的，这厝是爸爸妈妈搭的，迄清朝的大石头是我做的安尼。其实这对咱遮社区营造是有足大的迄个反响安尼。现场完成的作品有马叶、白灵丝，还有古水的水鸡。李明讲，透过活动，唔但增加大家的感情，而且也帮家己大的社区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